一位企業家離開咱咯，這是潤泰集團總裁溫彥娘，今仔日早起4點外離開世間，76歲。伊個企業的版圖真闊，包括營建啊、賣物件、金融、生機、醫療。伊本身真愛啉水味啊，伊佇個綠島有3萬多坪土地，是當地大地主啊。這個溫彥娘的過去上好的成績，2025年的時陣，1764億是全台灣前10名好藝人。後續這個辦後事的家屬講要按照伊進前所落的遺願，一切簡單處理，無食靈堂，嘛無要舉行公祭。溫彥娘量化事業版圖做真大，幾乎做生理的頭殼，穿朴素衫，過去嘛真愛甲人比拳頭譜。14歲愛還繼續拍做七圖拍，爸爸給創立專門管教本地青少年的中華進德中學，嘛是即賣中華師範大學。報道頭一天就因為怕人叫警察掠走，直到佇咧學校拄到改變伊一生的本事，經立法院長王金平打架，肚皮被劃傷了，跑到我們王老師的這個宿舍裡面去求救。王老師就幫我擦藥，你為什麼不讓人家敬你愛你呢？我說念書很困難的，我的英文字母只認識24個耶。王老師說沒關係，你還差2個，很快就會了。非記袂掉新聞離譜，到得到中師大博士，溫彥娘擋袂掉感動甲流目屎。王金平對伊無放棄，互伊對王金平向反尊敬。做人袂遮遐，看家業輪替芳一個溫彥娘，大漢高甲行道正人，邁引進大潤發做到量化，事業版圖攻城佔地，互伊2005年貨幣數身價差不多56億美金。新台票差不多1764億，是全球好藝人排行榜第738名。台灣是前10大好藝人的排行榜，潤泰集團的總資產超過6兆。啊，讓伊打造上島灣和新聞園做厝邊，嘛叫外國媒體評比是全球5大好藝人厝之一。駕駛坐遊艇欣賞海景，傳出伊佇咧綠島有3萬多坪土地，建造有直升機停機坪費松山的插頭厝，含火車攏捌設佇咧遐。溫彥娘捌佇咧2011年宣布關95派財產，差不多950億新台幣做公益，創辦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銅獎，為社會邊緣拼到商業頭人，成就溫彥娘傳奇一生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